宝贝的成长书。贝安斯坦熊，保姆来喽。作者史丹·贝安斯坦和珍·贝安斯坦。熊爸爸、熊妈妈要出门，爷爷和奶奶也是。谁留在家里陪小熊呢？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哦。这是什么呀？从贝安斯坦熊家信箱拿出今天的信件时，熊爸爸问道：“这是一封通知，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将在熊熊国市政厅举行会议。”熊妈妈给熊奶奶拨了通电话。有时候，当熊爸爸、熊妈妈得出门，熊哥哥和熊妹妹就会去爷爷奶奶家。可是今晚爷爷奶奶也打算去参加会议，所以熊哥哥和熊妹妹不能待在他们家。也不能去莫德阿姨家或维伯表哥家，因为他们也都要去参加会议。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你们一起去？熊妹妹问。她开始有点不高兴了。对啊，熊哥哥附议。因为熊爸爸说，这个会议是给大人参加的，而且会议会进行到很晚才结束，会远远超过你们上床睡觉的时间。那我们要待在哪里啊？小熊们真的想知道。你们就留在家里呀。熊妈妈边说边挂上电话。我们自己？熊妹妹问。当然不是。熊妈妈说，我已经安排了保姆。保姆？熊哥哥说。是谁？熊妹妹问。住在路口那个空树墩的灰熊太太。熊妈妈安心地说。灰熊太太。小熊们说，而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安心。有一次，熊妹妹跟朋友玩的时候，他们的球掉进了灰熊太太的花园，这让灰熊太太不太开心。还有一次，熊哥哥在放风筝，风筝不小心掉下来，撞上了灰熊太太的帽子，这当然也让他不太高兴。这天傍晚，晚餐都吃完，收拾完毕后，熊妈妈、熊爸爸也准备好出门参加会议。可是谁来帮我们刷背、念睡前故事、送我们上床？熊妹妹问道。她还是对要来的保姆感到有点紧张。就我所知，灰熊太太亲手养大了自己的7只小熊。熊妈妈边说边戴上她的帽子。我确定她一定超级会刷背、念睡前故事和帮小熊盖被子的。哼，我才不会让他刷我的背呢。熊哥哥小小声地说。时间一到，灰熊太太
准时踏上通往贝安斯坦熊家树屋的小径。毫无疑问，这就是那一位灰熊太太，那位对风筝不高兴，也不喜欢小熊们踩坏她的花园的灰熊太太。她非常高大，几乎跟熊爸爸一样高大，而且她手上还提着一个抽绳包。晚安，各位。灰熊太太愉快又大声地说：“哦，两位，时间不会等你们哦。”她对熊妈妈和熊爸爸说：“你们得赶紧出发去参加会议了。”灰熊太太表达事情时，听起来强而有力，让熊熊们不自觉就会照着她所说的去做。熊妈妈和熊爸爸亲吻了小熊，并且道了晚安，就赶紧出发了。灰熊太太一屁股坐进了熊爸爸的大椅子里面，然后说道：“坐下来，让两只腿放松一下，真是不错啊。”她摘下帽子，然后往她的抽绳包里看了看。每当有熊往自己的包包里看，总是会激发小熊们强烈的好奇心。灰熊太太，熊妹妹说：“什么事啊？你的包包里有什么啊？”没什么，只是一些我当保姆时会带着的东西，像是一条绳子、一副扑克牌。同一时间，在市政厅，熊熊们正准备好要开始他们的重要会议。他们正准备为了新的法律进行演说、投票和辩论，但熊妈妈的心思根本不在会议上，熊爸爸也一样。熊妈妈和熊爸爸一直在想着，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熊妹妹看起来有点不安。熊妈妈烦恼着，熊哥哥也是。爸爸同意，他们决定打电话回家，看看家里状况如何。状况都还不错。灰熊太太说：“熊哥哥和熊妹妹正忙着玩翻花绳，所以啊，现在没办法来接电话。”祝你们开会顺利！小熊们大声喊。但他们祝你们开会顺利。翻完花绳，他们接着用纸牌玩钓鱼游戏。这副牌也是从灰熊太太的抽绳包里拿出来的。然后他们玩了弹圆片。这套圆片组还非常特别，是灰熊太太用磨亮的石头和蜗牛壳杯特制而成的。过了一阵子，小熊们开始打呵欠，于是灰熊太太送他们上床。而且他真的非常会刷背。熊哥哥改变了不让他刷背的主意，他很会说故事，也非常懂得怎么帮小熊把被子塞得紧紧的，让他们半夜不会踢被。希望妈妈和爸爸的会议很顺利。熊妹妹打着呵欠说道：“因为我们也跟保姆玩得很开心。”小熊们之后换过几个不同的保姆，不过他们最喜欢的
还是灰熊太太，而且他们总是很高兴能见到他。